湾下来关心客家中央县区的立委选情，桃园第三县区中南一路以来也争取版图如黑人比绿态。不过2010年的立委补选，国民党的陈福生、少数派民进党的王延初，也个年纪如黑人样分裂。今年立委选举2-3年再个对决，也包含有亲民党前立委刘文雄加入，在下年将多数的钟老师。3-3年也特别从事客家县民，如提出要提高行业使用率，提升菜地客家文化能见度，也都增加，希望顺势抢下也是立委席次。晚上电视上见。2012立委选举，桃园第三选区总共有43人参选，主要係民進黨嘅王延初、國民黨陳福生同親民黨劉文雄。第三選區總額跳從年來南陸版圖泰國嘅6-4，唔過也3敗嘅選舉看來，南洋嘅表現一向有減少嘅樣嘅。2008年立委選舉，南陸嘅票率維持6-4，唔過第2年嘅縣總選舉，南陸變做5-4。2010年立委補選，行卡變做為差唔多係4-4。今年3位政壇路中傾斜，戰況行卡係激烈。董選2010年立委補選，陳福生本人批評係恐攻，行卡泛藍分裂，只咪用2700人票嘅差距，輸本王延初。選書睇過後，陳福生決心落地3期，當初建議參加地方不通，計劃打造總立變做客家文化創意中心，爭取客家縣民的認同。中壢它已經是兼具傳統又兼具一個現代化的一個城市，也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航運的一個轉運站，所以未來我希望讓整個中壢定位成不管是台灣或是國際來到台灣，對於客家文化最重要的一個入口意向的城市，他要了解台灣的客家文化，就從中壢開始。王成書高票連任立委成功。34組嘅憲法假使王延初傾線總鋪動黨嘅，強調總立蔡天兒，一開始係做1億元嘅王延初，從今以來當10萬嘅就基層為市民服務。除條係係總立選情嘅選情促權，還靠係客家鄉親並聯姻。希望講，桃園縣政府做得對，客家語言嘅部分增加也教學嘅課程第一點就講，客家人做總立一直比較因為好多人多也外省嘅較多所以他們有講客家話，愛保存本段客家文化。劉文雄先前50年張酷天港業第3選區選戰，宣傳查控同路田公家黨比鄉親打拼也結下咗態勢，說明劉文雄促進動建線，佢冇時間來參加地方。劉文雄強調自己嘅問政經驗。那比較在立法院的表現，其實這個比較重要，而不是在地的問題。基本上中壢這邊就是多元的一個台灣的縮小版。除了母語的這個教學之外呢，我覺得還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呢，可以透過政府來輔導的方式，讓它能夠形成變成是一個客家社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精神。第4嘅候選人台灣眾議黨盧兆賢，靠無知名度也靠無資金資源，行喺3萬爭取中間縣民認同。桃園第3選區選情動靜中，老青年立委補選強勇，團結嘅6人在個對上分裂藍軍，3位候選人各有中情委通言支持。雖然劉文雄靠慢加入選戰，唔過啲政壇亦有名，3萬嘅擺票希望增加得票數。客家社龍陳學生實做桃園文化局長，推出政績牌爭取縣民認同。王延初補選成功過後，當初建嘅經營基層面對分裂嘅泛藍選票，希望得到縣民支持，聯姻成功。客家新聞黃小孔、慈碧蓮桃園報道。